行记者合作春赛炸。同埋一下姜，饼就在饼啊，有没有？这都是正宗诶。2张55块。去零头啦。对啦。好了。哎呦，我说的是去前面呢。木蛮安贵哦。放算200已经讲好的啦。讲贵啦。哎，真係嘅。有4年啊，今日就當咗客家粉，以起木米粉半條，表日鹹菜講落去幾天，我直接叫出個阿婆。志宏他尾上了，志宏，你们不是好朋友吗？哎，小朋友要吃什么？要吃饼干吗？饼干吗？你懂他在家里面的地位了吗？对啊。我们这边就平常心啦，是实力的。OK，那就投票哦。好，下，我蛮紧张的。来，等一下，你有看过主持人主持到一半心脏病发的吗？是队长，他长得不够帅吗？等一下。回来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貼貼嘅吧。哇！你係中白跳電動球咯，哦。呀，今日呢，你看啊，係啊，場景就都冇共用誒。今日呢，你也素材呢喺度竹東市場，係冇錯。特別青鬧熱鬧，喺嗰條上又係客家戲劇公園。哎呀，講到你客家戲曲嘅公園哦。竹東最有名係蠻啲嘛，最多山歌嘅比賽啊！哎，當年哦，對到你一期盼嘛嘅天川日的山歌比賽啊，青鬧熱，啊，而且呢，有特別嘅中央市場啊，嗬，你最睇下地底下嘅竹東市場，係我全台灣最中意嘅市場。哎呀，做乜嘅？我唱誒，雖然我從細出到市場順風台嘅，可是竹東市場真嘅係挺好食咧。哎，真勁哦！所有你上嚟都嘅客家美食啦，全部就都有特別嘅。養生吧。哎呀，我後人開創嘅時節嘅後段隨時會出一下咧。我唔錯。接下來呢，博謙，通常冇強用咧。對，我們都是歡迎評審嘛，哈。哎，今不一樣了。今本嘅平行記者合作春賽炸。我唔錯，來分享到你鳳吹嘅南吹蠶水炸咯。鳳吹蠶水炸呢，你係來自苗栗嘅台中埔市，分享到阿謝靈記和阿力志龍師傅。歡迎！姐弟檔終於合體了。韓國剛才開創嘅時節咯，哎呀，怎麼個安隊尖叫聲，粉絲帶很多。你們這樣藍隊還要比嗎？要哦，我們這邊包2台遊覽車呢。哦，真的。早早咧看下藍水今日翻到係馬上咧，就係羅準兵青有風。定妝嘅顏值代表都在這裡了。等一下，剛才楊偉發唔就係也給吸煙然後會溜嘅大對決？哎呦，主持人也是剛好這樣分呢。哎，不然先來嗆下一下。好，來。先看看，同埋一下姜。哦，強棍椒咧。笑里藏刀哎。兩片湯看一下，並購到鳳購。哎，等下，看着雪玲姐講。對，我們就不敢講。來 PK 一下。今日啊，佢先發啦，餅就在餅啊，有沒有？這都係正宗誒。對。來，方哥也補一句。誒，冇，今日上乜事，硬係上翻咧，我哋病啊，同埋沙下厲害啊，好因為上班是很夜上班。我們這邊完全沒有在敬老尊賢啊。他是全國第1名。係咯，今日比賽好看的哦。好啦，不過一個衝掉，我們不要走心，因為我們今天有任務在身。今天列評審呢是號稱全世界這個3馬味蕾最清楚的。係真緊，今日評審吼，可能係一家之主5年以內，跟鹽水最大最細嘅。絕對是評審群當中最好賞的啦。哎，真的。好，用下來分享到猜題，中山國小高友班。掌聲歡迎！
好高台上拱出来。主战鬼侠，哎，真的好厉害！而家呢都將唐宮都有嘅浪漫台上線藝術季做動開仲有表演係嘛？是的。機動因為很強咯。哦，其實機動哈，4歲開始，2歲開始是會訓練。哦，那我考考看，如果你呢客家話講了，吃到講起來客家話講了不才嘛？係啊，馬上客家話也講得很客強了。啊！哎呦哎呦！你可以介紹自己一下嗎？介紹你去解下。中山貴小界粉蓉鏈大家好。哇！哎，呢個客家強非常好聽呢。對啊，學教係有都係教客家話係嘛？有啊。但是呢，你知道你們廿一條嘅任務係嘛？該嗎？係咯，重點係嘛？你們的任務是什麼？你知道嗎？你們要當標準的吃貨。哎呦！你們喜歡吃什麼？先客家美食。講一個來聽聽看，你喜歡吃什麼？要頭痛。啊？跟頭痛什麼？挑頭啊！那買個挑哪頭？米奇木板挑就第一票。哦，剛才簡單的田野調查發現到，4年年來全部好食客家米耶。哎呀，全部都是客家米食哦。大家的風向就出來了哈。不對，但有一個問題。都帶主題係嘛？主題係東重陽。基本嘅主題係營養午餐台對哦，營養午餐。營養午餐。呢條雞片都厲害呢。咁我到底你啊營養嘅午餐嘅內容啊，風向去做乜嘅嚟幫助你？除了聲音動好食之外，還許多營養最重要。營養，那就是要加維他命 C 咯。啊，所以直接一人發一個，是不是？所以唔得啦，營養會均衡。嘿，既然基本要有挑戰呢，把一樣的來集齊一下。好，來。風吹，有信心嗎？有。哎呦，非常有信心，看一下藍色呢片，有信心嗎？有。馬上就會進行你 TPK 吧，營養動作台對戰，出發啦！該還好，烹煮就沒就講嘛。這個營養這兩個關鍵字很重要。營養，對不對？我們所以講呢度時常應該穿做啲賣到動切的東西啊，原型食物搭配的東西應該有健康性。遇到啲青菜啊、蔬菜咧，想辦法咯，用到嘅菜色啲味道。風向就出來啦，煮咗嗰個小朋友口梅。哎呦，看起來就準備好咧，不應收一下，收到3好嗎？來，1、2、3，加油！好啦，謝林師傅，你專業的啦。講真嘅呢，都帶食嘢嘅營養午餐，家家就要講好食米奇木。對，米奇木，等下你哋去買。一定要米奇木係嘛？買米奇木。炒下咩嘛哈？某一天可以做一些變化，當然有香很用的做。都是也沒當然是cheese，對，cheese，香雞哈。可以加其他東西做變化，喺個人大人健康又乜嘅貼貼咧。佢家還有乜今日做天數嘅冇？購物袋係一邊保溫袋，係保溫袋，咁樣就冇問題啦。應該冇問題。因為哈屬你唔俗稱啊，苗栗特別苗栗的比賽，米奇木嘛哈。對，出發。你叫我冇強龍嘅嗬，自家做嘅啊，自家做嘅。我講下嗎？麵茄，麵條，有自家種嘅啊。啊，種得係醬，讓你強壯醬咯。硬蝦麻醬，係啊。亂撩咩啊？你看，撩咩？你睇你啊，識安條去開乜嘅？開乜嘅菜？但營養午餐是要看真正的菜，不是挑你的菜。你可以點喎？大家獨地。椰肉愛冇？營養午餐要雞蛋嗎？我2粒冇，老頭家講唔係2粒，吐雞蛋好嘛？要做得買冷上嘅冇？冷上嘅有。冷上嘅，做得買2粒。有冇買過2粒的啦？啊，物少。他還是我買3顆預備。買3粒。冇啦，安排誰呢？我們做安利所以你今日做嘅主要係鳳條。等下，有看到咧？哎呦，有想法咧哦！你客家莊凍咧，咪係梅乾菜啊！阿姐，你客話用我慢講啲嗎？哎呦！既然答對了，就要算便宜點。什麼歪理？2張好冇？做得冇？你買多啊？冇人多，自然多。
你整个徐以后给发的。冇啦，你昨天买1送1吗？昨天係啊，真嘅假的？等一下，你都没有问价钱，他算你2倍价，要给你买1送1。350的公定价55块。2张55块。去零头啦。对啦。好了。哎呦，我说的是去前面呢。老板，我想要买米苔木呢，用来卖。米苔木用来卖，1件45啊。就买2件好吗？请问米奇木你当有料理？没有，我想要做一只米奇木的包装诶。米奇木做诶？通常係我要海面嘅。哎呦，海面诶，哇，又有客家米絲又有客家米絲啊。國宴料理哦。嘿，天哪！我唔會推啊，我唔會推啊。我推啊，我就按你就做得。做得送我一啲啲嘛。佢哋你先咪唔難，我做得。做得啦。哦，按姿勢。然後老太公一般人買沒按的哦，今天是因為有他刷臉。哦，奇異果啦，奇異果。你喺攞芒果嘅甜土番茄冇強咗。冇，我從我除了上東愛做乜嘅，從來都直接做到楊枝甘露。哦呦，芒果民主主義好食咧。芒果，然後因為該要啊，外加乜嘅順嘅水果，所以我挑奇異果主要做順。那係醬色咧？那綠色的。那綠色啊，黃色咧？啊，2個擺擺。才30塊一個。一個30塊。哦，我啱都要賣3扎塊。3個，好嗎？可以。3扎又做得算係便宜嗎？你想賺多少就賺多少。哦，真的假的？那賣100克送2包啦哈。冇問題。敏俊，按帥啦，當然送1包啊。你會走線力嗎？每款嘛，已經出來簽下豆。你現在經濟算冇必要。不是比這個是不是？沒必要。所以你啊，加到當有客家粉、米奇木米粉拌料，表下鹹菜講當嘅記憶，因為直接叫出來個阿婆。3扎又做得算係便宜嗎？你想賺多少就賺多少。真的假的？不能對我講這種話哦。我們臉皮很厚的哦，你不要想哦。我們就整箱包走咯，整箱包走也。錄着沒關係。錄着。哎，基地呢？基地去躺右啦。攝影監視中，請微笑。3張要買要幾多錢？這樣子100塊，這樣好嗎？好100塊。底下也8K 了。優惠吧。好了，洗在一般了哈。這裡5顆100，為什麼這裡4顆？你有黃金的呀。黃色維他命 C 含量。哎，用維他命 C，重點關鍵字。謝謝。哇耶！又傳到。哎，昨天賣凍豆凍西。哎，靠你真的是很厲害。有嗎？有。牛排很厲害。係啊。哎，俺煙蛋吼，你唔會講，你的殺價戰力超低的。係啊。鐵狗大魔王。冇啦，去山啊，你的魚肉來了。有賣嗎？哎呀，你昨天看你好。哎，誠意有魚漿嗎？有。蝦仁漿還是？有蝦仁漿。哪個凍後蟹？一包幾多錢？蝦仁漿100元。100元啊？你買凍豆。有蝦公嗎？有蝦公嗎？有哦。不過你要讓凍的哈。哎，讓凍哎。要幾多錢啊100元。100元。哎，該下3家奇異果是傳50 K 呢。本來送2包嘅，佢4包送50包。1送1包啊！可以傳錢啊，叫你冇傳錢。哎，叫蝦筋凍台家的。好啊，冇賣啲蝦筋啊。蝦筋有賣賣。蝦筋360，你有已經330。其實走得啦，行情價。係啊，很多啦，賣100 K 好啦。好100 K。賣酸粉。好，啊賣100 K 送2包啦哈。好。敏俊。按帥啦，當然送1包啊。敏俊。你客廳，你會走線力嗎？哎8K 有蝦仁漿，又有蝦筋啊！哎，就東的許昌永安，人情味。哦，3扎凍煎蛋，全部都是攝影師就沾刀嗎？有嗎？攝影師，好。啊，買一啲啲嘅狗肉。哦，係啊，我買狗肉。係一啲啲咧哦，你睇豬肉會當貴啊？買，唔買咁貴哦。開始下架。啊，快是吃㗎。快是吃。哎呀，都快是而吃誒。100算100已經當好嘅啦。當貴啦。哎，出外嘅。我頭先買緊梅乾菜，那隻雞肉，我做咗一隻
鸡肉卷。那你要去骨的还是去骨的？所以去骨有什么要领吗？要领也没有哎，就是人要长得帅。你是几岁开始做这个生意？17岁开始做。你自己的摊位吗？对。你自己的摊位不是帮你爸爸妈妈哦？哇，几岁？今年？可以。没有，我要养小孩。有小孩啊！我要30了，我还没结婚。哎，我跟你讲哦，这一家不能杀价，他有小孩要养，好不好？要杀也是小杀就好。那爱芹菜，刚刚我有拿一把芹菜嫩的，对。哎，你看，点亮。看起来这东西梅干菜，很香哦。现在已经失传了。哇，现在有卖？因为很少人在做。上80好看的啊。对啊，老板卖猪肉，吃就超美了。看到他不敢乱卖这样。你懂贵哦，直接降价。懂贵哦，你还不是按多少搞肉嘅，我们有搞肉嘅。我哋要切價幾種嘅，開一本嚟做。吹本嚟。2天來送嘅香菜啊。天哪，这都是什么？你唔是錢的哦，哎，今日處理我嘅鹹菜乾，冇其他嘅嗆菜講可以咧哦。哎，那棒子筍，玉米筍，哎，那也係玉米筍，好，他們買。那葱啊，昆菜，一啲啲時候冇聽到哎。係啊，哎呀，這因為講他的哦。你客家人，他剛聽了。會講四縣。南國好料，哎，做對嗎？還有乜嘅？記得香菜係嗎？香菜嘅妹，買這個送高麗菜是嗎？沒了，沒有。等我中2億的時候。哦，對，中2億的時候。我跟你講，苗栗有3億。你真的有3億。好，新夢，祝你中獎啊！而且條間用動啲開嘅，佢3點就開始做嘅。3點都開始做。係做一條。開始啦。買咗2就做一次夾色哈。我跟你說，條間用佢講佢做嘅犧牲嘢。好唔出來。哎，你做得買一些些的，你做得買一些。所以買一些有吃吧。一條泡菜啊嘛㗎。哎呦，你才對。你要季節等更好食。好啊，真的這邊有冇愛好嘛？我真愛惜的哦。遇到威脅，我真愛惜的哦。我們印度會比價錢，因為像我現在煮有徐師傅完全不會殺價，應該最關咪避寬萬年存最多錢。哦，還會賣買的東西了。有豆腐哎，賣豆腐。你又要吃豆腐，買豆腐。香港妞，幾位先驗豆腐做得嗎？對，哦，有賣誒。你係豆腐係乜嘅？這是板豆腐啦。細嫩的豆腐。賣傳統的好咧，應該上嚟到嘅豆腐架啲都5種嚟做嘅餡料。那你要板豆腐還是嫩豆腐？對，板豆腐。好，一包幾多錢？20元啊！來殺價王，來。啱啱都做個營養午餐本食面嘅食啦，下冇煎費啦，做得算下偏。哎，你總共嘅預算就2000 Q。係啊，2000 Q 添啦，做得算應該幾多錢？15塊嗎？15塊。徐師傅完全不會殺價，你用1000塊給他找15塊，沒呢。我真的是逛市場之後才認識了方哥。你見看到茫茫嘅哦，我係看到茫茫嘅，天主嘅牛嘢。有㗎。牛奶發雞種啊，發雞本身呢有當多營養素、維生素，對細路嘅身體都好。那個花枝漿，哎，1斤，1斤拿嘛。拿，足。多大？新鮮的花枝。哦，好，那要1人1顆哦。謝謝你，謝謝。講 Q 彈，而且在結真件嘅發自己大，佢底部還有牛嘅顆粒，所以呢十分好食，而且會彈牙。所以到最後開嘅米絲。你是不是有代言啊？
哎，我就来这边代言好了。真的。你多少钱？为什么大餐你看到雪玲姐都会自动降价？啊？哎，自动降价，自动刚刚哎。没错。洞凤的哈嘎米血中心网红名店，洞哦是竹东必吃，黑吗？是不是？哇！條間凍河咧，凍 Q 嘅。今日米線嗰個炒狗肉係冇面皮，啊店度下 Q， 凍特別用鐵板炒。唔是看過，唔是咁嘅鐵板控，用鐵板炒緊米苔木。自家伊別個葱油啊、豬油啊，伊別個凍香。韓國去聽我用哦，剛好跳過去講誒，豬油會變，用長得香，而且它那個油蔥酥的顏色，真的，一看就是上面就有寫名字叫我很好吃。哦，吊春葉呢？係啦，我講家下嗬，家下嘛個菜嗬係盛產期對吧？吊春葉啊。吊菜嘅。等一下，可是生意呢不是吊春葉，會不會變暗黑掉呢？呀，雖然講佢係生意，可能他冇冇色，但是呢，我就會有辦法呢，可以變成生意會上色。真的。我有當貼配嘅東西，啊，知道嘛？做個假粉呢。真嘅。而且呢，佢富含膳食纖維。冇花青素，對細路嘅木足啊，嚇，佢嘅腸胃蠕動都全部當好。牛菇都營養，係因為條菇營養嘛，不過表現下。營養午餐嘛。因為有細路嘛，所以我就提到營養嘅嚟做。好，吃過啦好嘛？好，我嗌得幾味啦。好。你睇楊枝甘露。誒，楊枝你拄好有料呢。你係咪嘅？你係個西谷米，好嗎？誒，兩味。成英好咧。係啊。成英好珍珠。你喺我幫你買。2包5雪，2包啦。1包3雪，2包5雪，3包4雪。不要再殺價了，不要再底價，底價。哎，你有沒有發現？中神，你愛寫不要再殺價，算貴一點，算貴一點，因為他很有錢，很有錢。你一定要寸幾多錢？什麼叫做賣什麼？我們這邊幾乎沒花到錢，這袋都是送的，送的。把錢賠錢死了。好啦，我是最每款萬英寸來千塔豆。你現在幾乎比上冇比啊？不是比這個是不是？比千塔豆。看起來很好喝哎。該便宜又買。仙草女王在你們家。仙草。所以我們不好意思，我們買完了，我們要去給來到你兩叉狗嘛，那度種喜蔥哦，除了好旺，還有好鮮。來，這家店也是竹東的喜蔥必吃名店。志豪，各位三個，志豪，你們不是好朋友嗎？而家係有冰嘅奶酥，所以我請我嘅奶酥。生意呢批到出隻行多風水來，有乜要按聽喺度挨前到咧？哦，太苦咧，太苦了，有啲太苦咧。小朋友要吃什麼？要吃餅乾嗎？要吃餅乾。你懂他在家裡面的地位了嗎？這家店也是竹東的喜蔥必吃名店。哦，中醋，中係啊，本台咗未？啱嘅。加而家要加妹本係冇？冇，當然冇講，要用心啊，要冇。鹹甜嘅，還有講要用來冇，有炸嘢哦，要沖冇炸嘢哦。鋪台好覺得大家印象當中是一個兒時回憶，但是可以把這個兒時回憶又重現出來。還有客家人開盤，有個加牙東東。真的，富昌就信嘛。我們可以收工了。太棒了，閒住閒養。還有一個板條哎，板條沒看到。還有一個板條都沒看到啊。條街有賣上板條嗎？
有啊，上诶，芒珠糕诶，芒珠糕诶，有诶。可以，太好了，就来买一包呗。啊，哪一多少钱？哦，20没有，太划算了吧？那么买完了，收工。我们直接去到颁奖的现场了。俺这东有喊的东西摸那多椰浆到鲜奶料，盲卖啊！来，点点啥几个鱼，倒嘞，他们完蛋。贵冲起台总算等到来放狗，然后并购的这种表现的事件嘞，我们是马上来小解一下。安豆的食材到底要做卖料理？了到料理是讲吼，梅干脆皮鸡卷，土豆表皮跟素素安。好，了系体质头咸菜的。还有第二道，因为俺到底该西窗你看到个珍珠啊，对，文珍啊，还有芒果啊，就是要做那个杨枝甘露嘛。并购两片，今天要做料理系嘛？俺料理到了咯。哎呦，俺准备的海产的部分。哇，采用到饼干海鲜卷，饼干海鲜卷，饼干小朋友几好学的，最好学。海产的部分就虾仁难看，看几点嘛买一送一。对，所以你们今天都是要用煎的凤蟹咯。豆腐啊，那都有那个爆起来。好，非常期待。都带基本嘢，你要做的菜色有嘛个小基本太厉害，也叫做嘛包装的呀。哎呀，米奇木中的。对。好，还有嘛个？第二样呢，就是大家要讲下用细蚵的青酱的调出来的，做一个创意的起司焗马铃薯球。嗰個呢又係要奶酥。哎呦，有奶酥。攪到地塊細蚵看唔到。看唔到調出嚟，但是食到條味，又食到營養，安尼。第三樣呢，就係人哋嘅甜點，客家米絲的磨渣渣。你係梅干菜，你剛才講用嘛5千哦，俺有啲會衝俺嘅底下有條見到了雞腿地波，所以俺點你要先放幾乾梅干菜放幾牛嘛。你有覺得這邊很搶畫面嗎？有啊，你有看見到嗎？哎，我全部喊你心肝肚要埋個人魂做得講出來，幾點鐘啊？志龍哥可能今天也是拿出海產哦，海產的部分哦。这个是精华的一步，精華部分，還有肉那個起落去，放去水好豆豆，是放幾本是好的。加埋梅干菜，鹹水蓋，係有。有想嘛？要，雪玲姐要搞高人啲啦，鹹水蓋會做油，一定要用油來炒，才會有香，對不對？對。明珠可以讓它的香調出來。可以啊。仲需要挨咗做位素菜。我來炒，我來攪一啲啊。好了，來，我很熱，都有嗎？哎，好高嗎？我現在有參與感了。現在有參與感。有我的畫面了吧？有我手部的畫面。蒜頭炒條嘅，你一撲菜呢，再落去邊炒，即係煮魚嘅香味。鹹菜館啊。鹹菜館。而且我剛剛係看幾條聲音嚟啊，幾條仲要客家粉。看幾條好食，全部嘛米奇木米粉飯條。叫呀鹹水講到去幾點啊？直接叫出個阿婆這樣子。那款併購兩片哦，你讓蝦菌全部抖抖揪揪，然後你又買蝦仁漿，你為什麼不直接買蝦仁漿？因為它因這種哦，你都有上去機會打得好面，你要顆粒，口感那樣，口感。你看了，俺底下有生鹿果，生鹿果看了是去腥味的東西，你是安黏黏的，本佢好肉都要出水啊，本佢出水哈。你確定？你躺不抖了，你天來搞。那你大聲一點。志豪，他沒上哦，志豪，你們不是好朋友嗎？冇啦，你係比賽，要有點火藥味。要火藥味啊！好，兩片先錄一下，看一下併購，又變咗，這樣嘞。我看吼，併購安用挺辛苦嘞，來，攻守交換一下。我叫不莫變哦，就說要變莫挺多。嘿啦，一點點的。我們要跟雪玲姐做出差別。例如說，像雪玲姐就不會這樣。對啊，對，很會啊。我估計啦，外面那一組後藍隊一定要做得很時尚，可是呢，小朋友不會喜歡。傳統哎，他們走時尚，我們走實在，好不好？你行的路線就是食材料理的。你倒邊這種嘛，雪玲姐。嘿，有冇做冷盤啊？呀，你喺攪米奇木，攪白雞醬，
调香啊，在包装的，让我一直形状出来。也超香的啊，也挑油。7挑油。哎。你可以当直播主哦，交给你哈。啊，没问题。这边主要一边给我们镜头介绍。啊，你看，也有吉祥都有吉祥啊。有香哦，有披到香哦。披到香味嘛，有啊。也挑油超香的，变些米酒落去。不是是小米。哎，那突然发现有间谍了，有间谍，来做嘛？慢点。有吗？好看。安静哦。哎，师傅，你要找厕所在里面。那挑秘籍呀。我用那个标。是不是张伯谦派你进来的？我在中间好碍事。不会，就站着。你就需要在中间。哎，我需要你。那个来扣感。那个就不需要，你可以走远一点没关系。他一定是，他是被派任务来看，就什么都没有看到。哎，我们今天的用料虽然看起来动控盘，冇发很多钱呢。係啊，彈講幾多出門錢化強強嘅。哎呦，咁安用嘅咯。你好嘞哈，邊個好嘞啊？好嘞。我們讓他切楊枝甘露好嗎？楊枝甘露還走在切哦。芒果椰香。來，我最會切芒果。你們那個切白睇咯。對啦。好了，梅乾菜有安款，是差不多煮到安樣時候咧，有啊，差不多收汁哦，有安樣時候咧。所以我點解要煎起來？哎，那個可以煎咯。哦，看你啊，梅乾菜。哦，皮要朝下是嗎？皮朝下，我點解要煎起來？我看你哦，也蓋皮。煎起來看。哎，是不是像人家雞腿卷裡面塞飯，然後可是你是塞香草一塊？煎起來哈。養眼老爺，民族小火嘅雕出來呢，啊切咧，把它煎。哦，好。煎過必裝冰軟來。來，講唔包裝嘅哦。好，挨落嚟。調撈米夾香啊。調撈米。夾香啊。安尼。哎，做得飯，你啊，要個同時，啊，放落來。好，你啊，要一啲咧，放落邊。你是包到啲度啊？哎，就像包裝嘅佢，要準做米安尼。準做米，上面不用加啲米錢啊。師傅也行會整嘿。我有咧整啊，佢唔。花旗醬迄送的啊！哦，對吼，花旗醬迄，你買花旗醬迄送。這海陸粽哎，海陸，我們直接把那邊陸客把它吃掉。楊枝甘露你有食過嗎？有啊，哎，你下最稀罕的，你用水就有楊枝甘露。你看天氣暗嘅，記得你個條幅轉來從嗎？對，而且是好像從泰國紅回來的。有吼。你要變係可食用冰哦。哎，食用冰，那就只要該米苔目該賣的。對，RO 逆滲透。RO 逆滲透。你看椰漿，哦，聽起來就比較專業哈。椰漿。哇，很多！哇！我為椰漿而讚嘆。好，你已經收買了一票粉絲了。有哈。有嘞！這是我們站前面的優勢啊。對。你今天動過秀賣小朋友呢？吃完才可以得到餅乾啊！看到餅乾在這邊哦。你喊下不？哦，師傅。有冇帶？雕出來的，剪到邊的面蛋啊，調到呀，馬鈴薯地瓜的。七百保養蜜其木中哎。其實你拼出迄比賽哪個獎的哦？然後要雕出來火，而且裝起來了。好。簡單的面就做對，香的就做對了哈。一片愛挑下加嘅，你看種啊、蝦仁啊、吼啊，了都叫做一個餡料，你愛鋪到海苔當講。哦，哎，你會點幾位熟悉吧？那是會建議了耳脆啊，你要上嘅啊，上嘅東西啊，對。啊，揀的需要我注意買嗎？呢個因為基本上是要黏性的哦。然後你煎起來的時候，超美誒！你睇下它係脆歸脆熟嘅直接摸背，吼，混上美乃滋，混個餅嘅。然後做埋天意用出調料嘅。好，來看一下。好，那樣係馬鈴薯。這個雕脆一給抹衝大家印象中雕脆，這個雕脆可以說是什麼，你知道嗎？脫胎換骨的雕脆。我係表人家買養生的堅果，調落去，打生起來會有口感，因為打下靠火哈。你有沒有按聽的露台呢？係用啊，露台一杯呢啊。那請唔到呀？哦，太腐咧。太腐咯。苗栗太腐誒。係苗栗太腐嘅哦。有人有表演奶酥，所以我請我的奶酥。奶酥。當挑啊。而且配高行開腳。係，配高行開腳。
所以你的批斗吃加很多风吹来。你们工作人员要帮我们安排，怎么样帮我们疏散人群？哦，因为不要输太多。太多麻烦。我们来。对。符合营养、健康营养的黄金奇异果。哇！哦，芒果。哇！加其他的料料嘛加，你咧挑选买加。QQ 粉圆嘛，哦，哇！哎，都系小朋友注意好嘅，好冇？好。那款并购吼，今年未当用心，因为小朋友看到两外星的时节是会想到苏式。我今年的苏式含就改两个，底部包的是那种小朋友爱吃海产。还有爆雪笋啊，玉米笋。对对啊，难怪。那么上讲你的爆雪笋的冻奶。哎，到了底部都。兵哥这个基本上你煎起来以后，脆差不多。脆差不多8分钟左右，放去脆熟来。哎，明白，用年出山的呢。等一下，这个你来踢馆的吗？完全不买带啊。唔会讲好好等一下，你们做那么久就做出这些黑色的东西而已。我们刚开始而已。一周不哎。好嘞哦，稍等一下。哎，妹，不是你最爱吃的，不是，绝对不是，你应该不喜欢啦。这里面有加粉圆啦，也有加椰奶啦，也有加芒果，也有加奇异果啦，就这样而已啦，没有的。重点是芒果我切的，对，鲜奶我买的，牛奶冰啊，牛奶冰啊，真的谢谢。跟你们讲一个很认真的事情，影兵哦，雪玲姐呢全国第1名，她真的有拿杀手锏，可能会数啦。哎呀，可是她那是客家小炒比赛，我们今天不比客家小炒。我还没讲完，我是觉得走心，先想好输家感言哦，哎，真的，先想好那个风度从现在开始扬起。好的，大家刚刚都有吃到芒果吗？小朋友要吃什么？要吃饼干吗？饼干。你懂他在家里面的地位了吗？我们这边就凭自然，因为我们是实力的 ，OK 吗？你投票哦。好，也蛮紧张的。来，等一下，你有看过主持人主持到一半心脏病发的吗？是队长他长得不够帅吗？等一下，直接离场，直接离场。小朋友记得选红队哦，而且我们那边呢有很好吃用烤箱烤的 cheese。会过吗？狮走在州官表佛。那等我点解 U 啦？他对志龙哥的那个心中的那个，看看溜好溜到几两个啊？几两个要跳那爱宝哥啊？哦，报告师傅，仰听呢，还能讲家的周围班长总爱吃，看到给补补一条一条的，听听。去按你听听哎，去按你听啊。对，可是有一天董大贤的梯房，他们做了杨枝甘露。杨枝甘露，他说那是给我吃的，外面根本就是在打哈哈玩乐，跟小朋友在玩。摸口奶奶，摸口奶奶。你又来干嘛？没有什么用，体验白头呀。因为我刚去过。你们那边在干嘛？他们在做预饭团呢。比赛做预饭团，他们2个是你的弟弟耶，雪玲姐。现场谁不是他的弟弟妹妹？每一个都是，每一个都是，对不对？你就每走哈美，每就走挑美。对啊，而且我们的战术重复啦。没有重复，我也有蜜奇梦中人，现场包的，现场炒料，现场包蜜奇梦中人。不可能哎！我觉得你会选我们这一队。而且我们的么么喳喳是用客家版的，对，用哈嘎米线，你那个又动都有哈嘎的提升，没错，哎，那看着就好好吃哦，超赞。我回去要给大家提振一下士气了。对啊，再见哦。来让你两下讲，来转来嘞。哎，我刚刚演戏演得非常足，永爸，我真的是金钟影帝的等级。记得每就走哈美，每就走挑美，我讲来让你讲。因为记得做从传统嘞，传统的啊，哎，你还符合嗰啲那种小朋友的口味，了解，对不对？哦，一煎咪好咧，后尾脆熟咧就做得咧。好，应该你挑梅哦，穿煎蛋，穿饺度该馅料地袂đủ咧。那面好咧，做得好。危险人可以买走。那呢，应该好烧的哦，声音哦，不要抖，不要，真的好烫，不要抖，不要抖，因为它抖，它会把那个水分又再甩出来。原来如此，是我演太多了，是不是？对。那就上那就表皮好嘞，声音哦。哎，落去紧扁啊哟。那有起泡嘞。是啊，用你批好切啦，是泡到该表皮的
钙皮什么嘞。哦。我们先跟大家说，我们其实已经差不多哎。来，问太还可以嗨，咸甜咸咖饭后甜点都已经准备好噻，新年一定会选人吧？有信心吧哈？有，冇问题啦。大家电话送走的时间，一听马上冲到枪枪，好，风吹一下就来送吹喽。小朋友可能迫不及待了，因为我当场就看的是贵重的虾面呢。哇，我冉冉都是糖豆，小朋友叫做赌席，用咕噜咕噜配满上进呗。所以应用和谐有空间的应用五菜，实在就会上菜了。各位评审先生，你先帮你嘅厨师嘅掌声好吗？什么厨师？你第三真嘅挺辛苦嘞，比平常时做品行的时间还哪辛苦。啊，唔过问凭什么动心骨机啊？就是腰都堵唔掉，所以都拿起来耶。来，你看，开通咯，开咯。哎，怎么个都系咸呢掉嘅？这个好。其实我真经常会试看下种的，冇试过米丝冇嘅种的。而且你有包个花枝姜在里面，你有试过拌猪吗？有哦，刚刚咬下去，你先吃掉，好什么？蜜糖用诶，老太太讲一下。有没有梅干的味道？含脆滚，还有什么？真嘅啊！同学们，你们吃吃看。这个，学姐不一定要被吞落去耶，一点头。绵绵的啦。哦，粉粉绵绵的哈。跟什么食材很像呢？什么感？棉花糖的味道。哎呦，代表甜甜的。棉花糖，还是师傅要猜猜看？蓝队师傅。川吃的呢，奶酥啊。你们有吃到底都有雕菜的吗？雕菜啊。对。这就选不出来。有吗？我现场试调一下。好。有奶沙小朋友哈，真正动脑是雕菜的，开学本来看下。真的非常讨厌的等级哦。你就刚才就发现到那个起司马铃薯地瓜又唱雕菜了吗？有发现吗？有发现的举手。有吗？没有人发现。那藏得很好啊，所以安牛是 Loki Go Hell 有没有颠覆你对于雕菜给熊熊爱上它的，请举手。哎，小朋友。他刚才有取过的鸡腿肉了吗？吃了吗？好不好吃？有没有嫩嫩的？有啊。这道菜好不好吃？好吃的请举手。耶！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吗？评审真给咬到肚子边不弄，不想讲法。舌呛呛哎。婷姐在做这甜汤，这一大片，这个是什么？哪里？那个是蒟蒻果冻。那是益生菌。超棒，因为你看刚刚举头蒜酸甜甜蒜母，就会来自乳酸。你发现我们有位学姐，她的表情很丰富。你刚刚是吃到什么？给我看个表情哦，哎呦，超好，金马影后呢。你现在在吃的是么么喳喳还是杨枝甘露？杨枝甘露会有人比我更了解吗？来试试看，我喝喝看就知道，看有没有符合我今年2023年第一喝。金马影后真正的在这里，很纯很清爽。哎，那这样好不好？我们就平手了。好了，就这样。比什么呢？哎，对啊，不是啊，我们不要比了嘛。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呢。对啊，为什么要比呢？要煮给大家吃就好。我们就来配票一下吧。雪玲姐很想知道胜负的脸。对。不会，雪玲姐是江江的啦。妹妹，你最爱吃的一道菜吗？鸡肉吗？好，来，学姐。哦。妹妹，你好选哪一种？最好选哪个？总呢？还没中哦。中，果然是全台湾第一名。魔力鸡秀的评审，等下给实体公开就请各位评审来帮我们投票了，好吗？要好好来打票。好，帮我们好好品尝一下。这真的关乎师傅的面子问题。还有我们的，因为之前这个评分的时间，我们全部很悠闲，有吗？嘿哦，韩国去洗衫哦，大白拼行的时间哦，那个毒舌派，结果还是要老评审讲一下，人家导演呢风吹有中的啊，
很好吃的么么喳喳啊，涵盖有看唔到嘅吊吹焗烤。哎 ，OK， 蓝队呢？发现公他真的特别走心哈。好，我们这边就凭自然，因为我们是实力的。OK， 那就投票哦。好，抢，我蛮紧张的。来，好，来15抢回四。好，第一位。平均。等一下，你有看过主持人主持到一半心脏病发的吗？对，怎么回事？是队长的问题。等一下，我们深呼吸。不是，是队长他长得不够帅的。看一下，这个姐姐比较漂亮。我们不参考颜值，我们不是选谁说可以中断退票？哦，因为基本上4票已经给出去了，不是吗？来，请继续下一位评审。我真的很全部都对呀，倒闭耶！可是呢，男兄必胜的英国黑猪会因为那个重米西莫噶，真给你会讲实在，真的有厉害。开玩笑，你谢林基其实是做优质演传做了几多年呢？韩国天龟打태우喵呢？25年的啦，董经理呢，你们也心服口服吧？有啦，真的是不错。给我们红队一点掌声。有听得出来我语中带一点刺这样。好啦，过节给你有。谢谢中山国小高幼班的各位评审先生，安子生哦，谢谢。大家好，尽量的品鉴到啦哈。还要动咱看啦。马上呢，杨的行系有奖品呢，就颁奖咯。真嘅很痛哦。还好哎。好啦，我颁奖哎。哎啦，今天还有奖品呐。哇！这你起台档球，你还是意大利北欧的粉彩3锅6件组。太帅了！谢谢啦！看错。等一下，我老太太讲，因为亚根呢，雪玲姐已经讲了3年呢。可是有亚个奖品，你代表就老自重人讲，亚根蛮爱没爱，就专门颠倒的。给明月养哈。吃了当天嘞，但是我觉得2位师傅，我想再给他们一次掌声，真的很棒。一家之主呢，刚刚 Andy 就表现出来那个 teamwork， 团队合作。我们有一个地方很值得嘉奖哎，Andy 某音后吹色是重复的。厉害吧？这是我们共同的默契。而且韩国好就算编出安都的佛法，但是都是有结合客家的元素。再来一件事情，有没有不管黑你三重沙旗呀，还讲主动的呀个中央市场吼，猜都感受到主动呀到位的。真紧张的，7、6年前面就会到传统市场地图，能拜冇听错，Andy 没我去到人沙旗地图，潘总抢你的哦，Andy 下礼拜再见，拜拜。不冲